为什么咱真侪迄个传说当中，也是咱大家拢口耳相传，就是这魔神啊，讲比如讲伊撞到，也是讲吼去用吹到的人吼，拢讲哦，伊喙内面哦食足侪土，那介绍拢是伫山区吹到。为什么这魔神啊拢出现伫山内面啊？因为山林吼是一个非常未知的所在啦。那因为咱入去山林，随时要发生什么代志，咱拢唔知影。所以咱对山有一个惶恐。有可能你的意识较无清楚的时阵，你到山林啊，有听到什么声音听到什么有诶无诶物件，你就个所谓魔神啊砍去。那砍去了后，是毋是等找到你的时阵，你的喙内底有痰，有啥货，就代表讲可能昏去，你唔知影人啊。嘿，当找到你，当然就是痰会爬去你的喙啊，还是讲一寡奇怪的动物，对。差不多就是安尼。所以咱在定定听讲，就是讲有诶遐时代叫人找回来啊，问讲，你哪会走去？就讲有啊，就是我一个好朋友讲要带我去啥引导交泰啊，食鸡腿啊，食啥？结果发现讲伊规喙内面拢是豆粉啊、草莓啊、土啦，这些物件。有诶人是讲，其实是魔神啊，要家己带去创治啦。咱通常伫讲魔神啊，因为魔神啊到底是虾米？对象，伊是神也好，还是歹物也好，咱无清楚，这个对象到底是虾米人，伊无一个正确的一个形象，咱通常若去问到这个失踪去这个人，伊倒来，伊通常拢会讲，伊得人饲伊食这个红菇粿啊，还是讲像头拄仔讲的，讲食鸡腿，结果迄个鸡腿就是草莓啊卡，红菇粿讲的是有西巴，所以这个物件，通常拢是伫个大自然内底咱看会到的一寡物件，伊通常袂互你挑去，咱就做听到这个传说去讲到讲魔神啊，甲人害死袂，通常袂，伊就是甲你创治一个，互你失去意识，感觉讲你搁继续伫甲人讲话啦，还是继续伫行路啦，创啥安尼其实你迄个时阵是完全无意识的，已经伫伊的世界内底，所以咱拢会讲魔神啊是你共创治，伫民间信仰内底，咱就定定看到讲，哇魔神啊一空去要安怎？咱就看到足侪人去，比如讲伊会去请这个神明，神明就开始讲啊咱这个失踪去这个人，伊可能是伫个对，伊伫这个南边伫北边，就为这个方向去吹，所以定定听讲魔神啊会惊声音，跑啊，吹人的声音，放炮啊，还是迄个。弄落，嘿，对，弄落迄个这个声音一出来，魔神啊，就惊着就走去，迄失踪的人伊会精神起来，嘿，所以有介侪这种传说。安尼，我想要搁再请教，就是老师就是讲，前一阵媒体一直报的包含就是迄个台湾的国片拢翕一个角色叫做红衣小女孩，这个红衣小女孩其实伫迄个影像一出来了后，其实就看到迄个查囡仔的迄个形体其实我感觉淡薄起鸡母皮就是讲迄个红衣小女孩迄个形体到底是鬼还是魔神啊？为什么伊个穿甲规身躯红怕怕呢？是，伫迄个电影《红衣小女孩》内底，伊的迄个，伊每一集内底伊迄个魔神啊，这个对象，伊其实是有产生一寡变化，伊后来是甲甚至甲杀做变做是一个查某鬼嘛，其实实际上咱伫个这个传说内底，并无去讲到魔神啊是。查甫也查某的，无这个固定的这个观念第二个部分就是讲，伊嘛无一定是穿红衫，而且迄个传统社会时代哪会遮好穿红衫？一定是穿脏水嘛，哪有可能穿红衫所以伫个这个即个传说内底，迄个魔神啊，伊嘛无一定是会化身，互你看到伊的形体，伊可能是化作你熟悉的对象，还是讲一个。老阿伯啊啦，还是讲一个这个阿伯啊，安尼形式，
电影是受到这个现代社会吼，因为咱这个大众媒体吼开始流行的时代，1990年代吼的时阵，咱有看到足侪这种就爱讲鬼故事的节目，什么玫瑰之夜，嘿嘿嘿，鬼影追，对吼，有真侪这种甚至讲节目伫讲物件吼，这种节目拢会形成一寡都市的传说，吼，这种都市传说，伊甲咱的这个生活内底当着这经验无共，伊有足侪是创造性的，所以迄个时代就最流行一个影片，就是讲看到一个查某囡仔吼，穿红衫，面生做歹歹啊，吼，就讲哇迄可能就是魔神啊，吼，所以为迄个时阵开始，咱就一直感觉讲，敢若魔神啊，就是穿红衫吼，面歹歹啊，安尼吼，一个查某囡仔型安尼，实际上伫搁较早的传说内底，魔神啊并无固定，伊迄个形式无固定。对，所以其实老师要哪去区别这个咱所讲的都市传说所创造出来这个故事，甲咱生活记忆流传落来，这比如讲这魔神啊啦，也是讲这精怪，是要去改做一个区别啦。都市传说吼，你会发现伊有一个足大的特性吼，就是讲伊的迄个形成讲法的载体，唔是人，有可能是媒体。电视电脑所以伊的这个甚至讲的时阵，你可能会透过文字、透过影片、透过各种的方式去熟悉这个故事。但是伫个咱的这个比如讲魔神啊，还是讲伫个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在传统社会形成的这种观念，伊通常拢是口耳相传，拢是人甲人之间伫讲的，即面对面讲的，所以面对面讲的，你有一个真实感。你感觉讲吼，我这个人是我最信任的人，可能是我阿公阿嬷，伊甲我讲的代志，伊袂甲我骗啊，吼，所以迄个故事讲出来，伊就感觉讲，迄个物件就是真的，吼，这个流传的过程内底，足自然的形成一个足真实的一种情感，吼，迄个情感就是。你会使讲是历史的这个真实性，你嘛会使讲是这个生活记忆的真实性，但是咱当然拢伫科学面前，咱知影讲迄无一定，拢是会被认为就是事实啊，但是因为它拥有这种真实情感的部分，所以咱会感觉讲魔神啊一定存在，你会感觉讲这个生活内底这个奇奇怪怪的代志一定是真的。